来继续来讲，这个南北合作已经有未少的共识，但是总统的人选也是超未好势。有风声讲郭文哲有新方向，要甲郭台铭来合作。讲这个民众党内有做民调，目前郭文哲是输赖清德大约8到10个百分点，啊郭台铭是占10%的支持度。两个人来合作，郭文哲有机会来当选。问郭文哲是毋是有打算要甲郭台铭合作？郭文哲讲无法度代替郭台铭来回答。啊，问这个郭文哲，两个人若真正合作，是毋是都互赖皮下来做副手咧？郭文哲讲，真侪代志拢是希望水到渠成，都是希望会当自然发展。以前蓝白合为什么会说好像大家觉得卡卡的？其实蓝白合还是有进度的。讲南北合作共识，敢若总统的部分也未超好势。对我来讲，如果要合作的话，当然是用最强的组合去选举嘛。南北合作都要找上强的，事到如今，国民党好亲像嘛毋是郭文哲唯一的选择。听讲南北合作若无成的话，伊就要找郭台铭。你有给自己设下一个，就是给双方设下一个期限吗？总统？那如果心平气和、顺其自然，就是没有期限的。甲南合作顺顺啊伫进行，要搁甲郭台铭这边，郭文哲好亲像嘛无打算放弃。依照民众党内参考民意调查，民进党赖清德支持度差不多34%，郭文哲是差不多25%，两人差不多9个百分点。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了后，要1成的支持度，若是会当争取甲郭台铭合作，那呢就有机会做总统。是讲变怎震撼？风声讲郭台铭将会派出赖皮下组成瓜下配。我怎么有办法替郭董回答？可以合作，但是人家怎么合作，我没有办法替他回答。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所以很多事情我常说水到渠成。敢有机会甲郭台铭的阵营合作？郭文哲是4两拨千斤，这也是3脚赌，南北合作变成歹戏拖平，后一步安怎行？牵动政局的变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